再来关心这个风台的消息，过去几点钟来天图风台的速度是愈来愈慢，停留时间当然嘛较晚。那伊的路线为本来会为东部停留，因为开始修正到为南部停留。专家是讲，因为太平洋高压所以东边去的这个速度有较慢，自然和这个沿高压伫行的天图风台路线嘛往西平线，可能连续到10月7，伫高雄停留的这个三度2风台，加在这个天图。甲这个三度2比较起来，强度无遐强。花莲东滨海岸有真侪水流查，市府人员出动脚踏车，希望当伫咧天图风台扫来进前变动清气。就含原本市区排水的东滨大排水沟发贴真侪水流查，宽度超过1米，强要甲排水管线塌咧。上一次的康瑞台风，那整个台风过境之后，其实很多的漂流木整个塞到我们整个出水口的这个河道上面，所以也希望保持这样排水的一个顺畅。就惊无赶紧水处理天图风台大雨，会造成淹水灾。天图风台受到太平洋高压东提影响，路线偏回西平，即马可能会伫咧南部停留。今天开始，太平洋高压确实它会缓慢的在向东做移动，那随后它会沿着太平洋高压的西北侧会往东北方向远离我们。风台界路线，互人想起甲10月7为高雄停留，传出真侪灾情的三度2风台淡薄小伤。这边天图风台，伊讲卖伫咧南高平停留，而且2粒风台小伤所在，拢伫咧我近台湾时，因为道行气流变势，这原地东西，互人烦恼敢会灾情搁再定半演。不过好消息的是，风雨预估有侦查一大块，三度2风台上大阵风超过17级，天图预估有11级，总雨量的部分，三度2伫咧大东山顶落雨超过1000，天图预估300到500毫米，刚有三度2一半。晚上以后，恒春半岛随着台风逐渐靠近，还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，而之后就是随着台风越靠近，在南端陆地的强阵风就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天图风台虽然规日的半径含整体威胁无三度2大，不过毕竟嘛是风台的顶级，尤其风台扫过所在，嘛是拢爱特别注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